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浙江卫视2023粤剧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我是陈欢。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依依。金虎辞旧岁，玉兔迎新春。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用经典治最爱。本节目由经典1%真山有机更营养的有机独家冠名。今晚我们用声声粤韵和全球的观众朋友齐团圆拜大年。首先有请中国好声音粤剧特别季的3位导师为观众朋友们送来新春的祝福。有请云龙。大家好，我是郑云龙，非常开心这次在浙江卫视跟大家一起过大年，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浙江，第一次在杭州过年，特意学了几句杭州话给大家送来新年祝福，好不好？好，新年好。等一下，注意一下云龙，我是标准的杭州人，说的准不准？我这样我回忆一下，我这老串啊，老串啊。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红包都来，居然没有一句是杭州话。好，剪掉，好吧？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红包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你再用普通话来一个吧，带兔字的，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阖家欢乐，兔飞猛进。好，谢谢云龙。有请方老师。大家好，我是方雅芬。兔年到，愿各位万事兴隆，多喜乐，长安宁，福星高照。谢谢，谢谢唐老师。大家好，我是陶慧敏，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过大年。首先祝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把那一切烦恼全部甩掉，在2023年我们朝着幸福快乐出发。谢谢3位导师的新春的祝福。那今年我们浙江卫视推出了《中国好声音》粤剧特别季，真的让粤剧是破了圈了。不光是老一辈的粤剧迷喜欢，而且很多不了解粤剧的年轻人也因为这个节目呢被粤剧给圈粉了。所以就让好听、好看、好玩的粤剧陪大家过大年。今夜不仅是中国好声音粤剧特别季的导师和学员们欢聚一堂，我们还特别邀请了很多的粤剧名家、海内外戏迷和我们一起共襄盛宴，迎接新的一年。但是我发现今天咱们导师是不是少了一位啊？那毛老师去哪儿了？毛老师呢？毛老师，我昨天跟他连线了，他很想来，但是这次他来不了，委托我们3位导师给各位观众和戏迷朋友们拜年，兔年，让毛老师请大家看戏。这真的吗？免费请大家看戏？这是我说的。不瞒几位导师，自从看了咱们这个《中国好声音》粤剧特别季，我现在已经从粤剧小白变成了一位资深的乐迷了。真的假的？真的。那现场来一段。我已经学会了6、7、8段了，我随便来一段，好吧？来的。随便来一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一朵青云刚侧人。有点意思，有那么点意思，对吧？这一曲《红楼梦》哈，真的是让粤剧迷怦然心动了。因为可以说，《红楼梦》是全国的朋友乃至全球华人都非常熟知的粤剧剧目。接下来，让我们梦回红楼，开启今晚的第1篇章。
细相记。像这样的好书，老爷却不许我读。竟让我背地里偏要到他一个上花。可便是这情与事，难得细相细表示啊。先长生情心能思隐隐腔，莫因生情更比长生词。叹保佑生不有几全谁知，但愿得境外梦雨破旧事咦，你在这里做什么？啊，原来都在这里用功，这样一来呀，可是要算功，咋贵了你？哎，你取笑我做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那些狂功名混饭吃的八股文章，你玩的这些呢？不是那些书，那又是什么书呢？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快成长，叫我看看。好妹妹，见你看，我是不怕的。你好歹不要告诉人啊！什么书啊？真是好文章，你要是看了，连饭也不想吃你。那细相记，嘘，轻一点。好妹妹，你说好不好？妹妹，我是个多愁多病生啊，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富十八大，弄出这银饰演出来调笑，文章的娃儿欺负谁？我可要到句句跟前将你告。好妹妹，我非母亲是儿成后面，好妹妹你千万朝我这一招。有心欺负你，好，明着让我滴在这池子里，让拉对鸟把我弹起掉。那张水一封是关于推陈客，那隐隐
晨呀黄昏儿，那红娘三寸长发老夫人，那为民府前边沿着鸟门头，我以为你大是等，呸！原来是个人养了枪头。李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是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将细心记，数遍了字头，把家期待，总算是东园桃子西园里，今日一想一次在。萍水一笔勾，今日落是无言美。从今后啊，与你趁着早起摘花戴，陪你挑灯把米菜。天香亭里观世话，五月三阴大长台，从今儿巧语巧音满山来，世道团岁分不开。是银河山阔终于断，女郎这雨去谁为谢谢宝玉哥哥的精彩表演。今天要给电视机前观众带来一个巨大的惊喜。我身边这位贾宝玉，他是谁呢？是著名歌唱家吕薇老师。吕老师好，陈欢好，大家好，我真的是贾宝玉。今天啊，为了我们这个节目，我们的吕薇老师是特意给扮上了。吕老师啊，在这里我还要给你一个惊喜，你的一位老朋友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有请陶慧敏老师。慧敏，林妹妹来了。这真的是林妹妹。那你们真是一家人了，你看。对，真的很高兴，欢迎你回到家乡陪我们一起过年。哎呀，今天因为已经变成了贾宝玉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咱们的吕老师，跟咱们这个越剧跟陶老师是不是有不解之缘？那我呢，
是父母都是越剧演员，从小啊都是在越剧的这样的一个调调声中长大的，所以当时虽然我有机会哈，也考上了小百花锅，家人没同意，家人没有同意，但是我自己偷偷的一直在学艺。哎呀，就没有放弃过对越剧，所以我才崇拜一大批的我们小百花的演员。刚才他说崇拜我，其实因为是我们俩关系好，他说崇拜我。后台呢是吧？对。在这里，我想让我们的吕老师用自己的方式给我们全国的观众拜个年好吗？那就是唱歌了。太好了呀！但我也想说几句啊，因为今天是大过年的，我就想起来啊，其实我们中国的传统啊，就是过年的时候是要看大戏的。是，尤其是我们江南这一带，大家小的时候都学过鲁迅的那篇文章《社戏》，其实讲的就是我们浙江的绍剧啊、越剧。所以我想在过年这样一个团圆的温馨的时刻，在这个灯火里的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团圆的时刻，我希望我们的越剧也是灯火里的中国一抹特别美好的色彩。太好了，所以我就给大家唱几句《灯火里的中国》，好吧？来，有请。太好，太好了。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多，灯火里的中国，胸怀辽阔，灯火灿烂的中国梦，灯火荡漾着心中的歌。哇哦，谢谢，谢谢李维老师。你们呢？林妹妹和贾宝玉带回家了，谢谢二位老师，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吕维老师和我们的陶慧敏老师，谢谢。我身边的方老师呢，熟悉她的票友都称她为方女王。哎呀，过奖。尤其是这个《红楼梦》这部戏，对你来说有特别的意义，对吧？是的，我演过很多角色，比方说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思琪等等吧。了不得，一个人撑起半部《红楼梦》那也不是。那方老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红楼梦》这部戏吗？《红楼梦》应该是中国演出场次最多、累计票房最高的戏曲剧目之一，同时也是我们上海越剧院的保留剧目。刚刚表演《毒西厢》的雨果和陆之燕，他们这批年轻演员已经是我们上越培养的第10代的贾宝玉和林黛玉了。而且方老师啊，我听说咱们这个《红楼梦》这个戏还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对不对？是的，很多流派都演过这个剧目。最经典的是徐玉兰老师和王文娟老师演出的这个版本，也就是刚才表演的这个版本哈。其他像尹桂芳老师和朱水昭老师也都演过《红楼梦》。那说到尹桂芳老师版本的《红楼梦》，陈欢，我要出个题考考你。考我啊？有一段举世闻名的旋律，就是吸取了尹老师版《红楼梦》的越剧唱腔为素材创作的，请问是哪一首？虽然我有点紧张，有点忐忑，但是这道题还真难不倒我哈，那就是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对不对？对，回答正确，加你10分。其实不光小提琴协奏曲的《梁祝》，我们的越剧的《梁祝》也是举世闻名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着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进《梁祝》的世界。
年西墙正上对，从来西墙把喜讯，恭喜爷你一路平安，一路平安把家归。青青荷叶青水荡，鸳鸯城北玉城上，两兄啊应该啥子女红妆，两兄一愿不愿忘，配鸳鸯。配鸳鸯，配鸳鸯，可惜你应的不是，都是女红妆啊。千言万语一可尽，不知道今岁月多深。你看这金的两不应，一男一女笑盈盈。女兄明明是男子汉，你不该将我比女人。走吧，你我红颜两分开，方两兄，你家中可与亲放配？你早知愚兄未婚配，今日相问为何来？要是你两兄情理定，小弟替你来做大媒。眼弟替我来做媒，但你知千金是哪一样way？谁是我？哎呀，谁是我家小菊妹？她品貌实相我应配。此次多谢眼弟来肉成。两兄，你花轿早来
谢谢各位老师们。不论是经典的越剧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是灵感来自于越剧唱腔的著名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都是越剧带给我们的艺术瑰宝。今晚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者、著名作曲家，同时也是越剧资深戏迷何占豪老师，也专门为我们送来了新春的祝福。有请何老师。大家新年好。越剧是一门美好的艺术，我非常喜欢越剧，我从小就爱越剧，我可以说也是一个痴心的越剧迷。大家可能很喜欢我们写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其实它美就美在越剧味儿，里面很多旋律我都是从越剧的演员唱腔中，以乐师们拉的越剧伴奏中取材的。越剧真是非常非常的美，所以我希望全球的观众们，特别是青年们，希望你们和我一样，成为一个越剧迷。在新年到来之际，我祝全球的观众们和全球的越剧戏迷们身体健康，新年快乐！谢谢大家。谢谢何老师的祝福，也恭祝您新春大吉。《梁祝》最经典的就是范派宗师范瑞娟和傅派宗师傅全香的版本。今晚我们也特别荣幸邀请到范瑞娟老师的弟子，绍兴市柯桥区小百花越剧艺术传习中心艺术总监2度梅，文化部文华表演奖浙江省特级专家吴凤花老师为我们带来范派的另一出代表唱段《宝莲灯对月思家》。花
感谢吴凤华老师的精彩表演，谢谢您，谢谢，客气。也要有请阿花老师和我们全球的戏迷朋友们打个招呼，拜个年。全球的戏曲爱好者、粤剧亲爱的粉丝们，大家兔年吉祥，身体健康。哇哦，谢谢。您刚刚演唱的是范派唱腔，那我们也知道粤剧《梁祝》是范派的代表剧目，您来好好为我们介绍一下。梁山伯与祝英台应该是范派的代表剧目之一，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是范瑞娟老师和袁雪芬老师合作的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电影，他也因此受邀参加那个国际电影艺术节，得到了著名的世界电影艺术大师卓别林先生的关注。是文化出海的经典代表作。那粤剧这么受欢迎，阿花老师是不是经常要带团去国外进行交流什么的？我们绍兴小百花粤剧团，包括全国的粤剧团，近30几年来，改革开放以后，各大院团是通过各种平台，政府也是搭建桥梁，让我们的粤剧走出国门，也有更多的国际友人喜欢上了我们的家乡戏粤剧。而且有些外国友人唱的不错的哟，真的不错的。那今天热爱粤剧的外国戏迷们，他们来到这个舞台上面，要和大龙老师一起向阿花老师好好请教请教。他们还给自己取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让我们掌声有请环球小百花。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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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扮上了！哇哦，太特别了！你好，有请。好看，好看。来，先为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好的，大家好，我叫傅迪尔，我来自法国，然后我在中国已经7年了。然后我来这里，因为我非常喜欢粤剧文化。这里有一个阿根廷的朋友。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阿根廷的莫涵希，我来中国已经5年了。我前年参加了一个视频比赛，主题是粤剧，所以我去过绍兴，享受然后学习粤剧。大家好，我叫尹小龙，来自土库曼斯坦，我来中国学国际贸易，以后在中国我想开我自己的公司做生意。哇哦！对，大家好，我叫是库，我来自土库曼斯坦，我已经在中国5年了。我喜欢中国的文化，因为我知道今天各位是想向阿花老师来请教一下，学一点真功夫的，是不是？我想请出我们绍兴小百花第6代最小的2个，一男一女2个宝贝，请上来。好，给他比划一下。来，有请。小胖、赵子豪、韩梦莎，有请。先让梦莎教一下我们舞台上怎么掏铃子。对，2只手，2个手指，然后这样弯过来，亮相。弟儿很聪明，哎呀，很聪明，然后是得意，对，他们学得很快哦，对，很棒，很棒。好，接下来喜欢，然后喜欢那就是一个8字，左右。对，弟儿不错，画起来了，不错，对。再来一个情绪，好，更喜欢，比如说，走，他过来，我不好意思，然后再过来，我不好意思。我们就用最后的这个2小无猜来考验一下他们俩，好不好？来，对，好，哎，这个学得很好。好，谢谢，很棒。好，接下来大龙老师，我们也一起再来请教2下，好不好？这是最简单的出枪花，起步，对，出枪花，右手转，然后左手再接把。曾老师不错，曾老师不错了，还有速度哎。哇，还有速度了！大龙老师厉害啊，对，台上腾云驾雾了。比如说，我要跨过一个坑，我们用怎么样一种表演方式呢？用马鞭带着，对，
这个就是我们戏曲当中叫旋子360。哇，太漂亮了！对，刚刚是旋子360，胖可以走一下小翻。好，我们给他让出个舞台。好，走。走。好，接下来我们来一个汇报演出，好不好？可以感受一下。来，备走。谢谢各位，太棒了，谢谢你们。第二，学完之后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很好，我学会了，谢谢老师。我希望你喜欢玩，先从玩开始才会爱上它。哦，好的。那也再一次感谢吴凤华老师，谢谢您。谢谢我想感谢好声音的平台，我非常有幸能够和环球小百花的朋友们一起在感受，也感谢郑云龙老师，你用不一样的一种呈现方式，吸引更多的第一次接触粤剧的人。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平台，让更多的年轻人关注我们粤剧。谢谢吴凤华老师，也特别感谢您把小胖和梦莎带到我们的现场，为我们教授了非常漂亮的招式。我相信你们回到自己的家乡之后，也会把这一段精彩的旅程分享给你们家乡的朋友。好的。好，我们也欢迎全世界的朋友来到我们的浙江，来感受粤剧的魅力和风采。这就是粤剧的吸引力。之前方老师说，粤剧是一张对外文化交流的金名片。那其实粤剧艺术本身也是我们浙江文化的一张金名片。而今年《中国好声音》粤剧特别季，让它唱进了更多年轻人的心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季《中国好声音》粤剧特别季的导师天团，为我们开启今晚的第2篇章。断了线的风筝，物是身后事，走失的魂魄，情牵人不知。温柔的一线光，黑暗中闪亮，让星辰仰望，让万物生长。多情总被无情伤，不思量，自难忘。早生华发，笑我无言吐悲伤。多情总被无情伤，情深别来无恙。向着光的方向，为世人点亮。了无情的伤。空中飞的风筝，纤细在人世。阔叶千顷，有繁华如织。温柔的一线光，
将归途照亮，让星辰仰望，让万物生长。百转千回自难忘，小村庄成树桩，至情至手，不花带美书画章，多情总被无情伤。深情别来无恙，今夕何夕？身在古城任唏嘘，情深人间何处不离殇？小民的奢侈狂，相识无言，深情伴酒如惆怅，多情总被无情伤。深情别来无恙，今夕何夕？身在古城任唏嘘，情深不知所以，怎敌人间回忆？西湖山水万一曲，巧在漫漫对莫言醉，山巅枫叶红丝算。于是心酸，于是醉，难逃他一朝发黑，难逃他孤枕在家将无闻，宽断桥一段，我曾长断一片身幸福。人。
送马空中，这一来已是20年了。是啊，已是20年了。夫人啊，独自为金兵在青城
谢谢各位老师的精彩表演。2022中国好声音粤剧特别季横空出世，让所有电视机前了解和不了解粤剧的朋友都真切地感受到了百年粤剧之美。尤其是第2阶段导师团队间的切磋，不管是2位跨界导师还是专业导师的切磋，真的是异彩纷呈。那今天我们要在现场来个导师团队切磋2.0版本新春乐友大擂台。不过这次呢，我们比拼的方式跟之前大不相同，简单来说就是更直接、更刺激、更残酷。现在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3支全新战队登台亮相。迈着雄赳赳、气昂昂的步势，让我们欢迎3支战队，他们是陶慧敏战队、郑云龙战队、方亚芬战队。哎，怎么感觉好像要开运动会的样子哈？好，我们来一一认识一下我们3支战队，好不好？先从陶老师这里开始。Hello， 大家好，我是陶慧敏，我带的是昆声队，孩子们，你们动手。好，所以我们的陶老师带来的是昆声团啊。大家好，我是方亚芬，我带领的团队是男女混合双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好嘞，我们的方老师带来的是男女合演团。大家好，我是郑云龙，我的团队是美妙绝伦花旦队。欢迎蛋卷儿。哎呀，了不得！今天啊，刚才说了，咱们这个3支战队啊是有这个 PK 的。对，特别是咱们今天呢，每个这个成员其实跟我们录制的时候不太一样。以往可能是队员，今天可能会变成战友，但也有可能是敌我双方。所以问一下咱们的陶老师，对自己的战队有信心吗？我当然有信心。你看，我们这个昆声队啊，在台上呢是风流倜傥、潇洒自如。然后呢，他们在各种剧目当中，有时候还表现一种力量。我相信我们这个队肯定会表现很好的，孩子们，对不对？哎呦，气势上不错。接下来我问一下大龙嘛，你们对你有信心吗？我非常非常的有信心。好，怎么讲？你对他们很了解吗？因为太不了解了，太不了解了，你哪来的信心？一切都是未知的，这个未知会让人特别喜悦。哦。因为未知，所以有可能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对吗？好嘞，万一拿到第1名怎么办？不可能，很正常。不可能，等一下，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对，很正常。你有信心没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赛是几队共同比拼的。方老师那边就说了，不可能。那方老师不可能的底气来源于哪里？因为我们有男宝贝。来，男宝贝看一下，哦，有4个。我们有美女，我们美女是。个个青春美丽无敌，我们的男同胞都是个个玉树临风，哎呦，阳刚正气，对不对？对。哎呦，这一嗓子，所以方老师你是奔着第几名来的？一共3队，你1、2、3，你是奔着？一共只有3名，我们友谊第1，比赛第2。哦，好吧。好嘞。我们大家在一起啊，我们就悠着点啊。有的时候知道自己要赢的。宁可让一点给我们那些妹妹们啊！果然是大过年的啊，对，力争前3。那陶老师这个1、2、3，我们争取进入前3。恭喜你，你已经在决赛圈里了啊！为什么今天3位已经在决赛圈里面了？很简单，因为原本我们这个看我们特别季的都知道，我们有4位导师，对吧？我们另外一位导师，我相信大家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是谁啊？我们的毛薇涛老师。接下来，我们的毛老师也给我们带来了加油打气和拜年的视频，请看。我是粤剧演员毛薇涛，很高兴呢能够在这儿和大家相聚在浙江卫视2023粤剧春节联欢晚会。听说我们好声音的各位老朋友们今晚又齐聚一堂，而且呢会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进行切磋。非常可惜我未能来到现场，但是我一定会守在电视机前为你们加油打气。期待呢你们今天晚上能够有非常精彩的表现。在这儿呢，给所有电视机前和现场的观众以及全球的粤剧迷们拜个年，祝大家兔年大展宏兔。谢
谢谢马老师。哎呀，有你这个加油打气啊，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舞台上的表演一定会精彩纷呈的。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新春乐友大擂台第1轮比拼，生动八方。好，跟3队要说明一下，咱们既然是比拼啊，赢的有奖励，输的有惩罚。那这个惩罚是什么呢？大过年的，我们不会特别过分哈。我们这个惩罚给你吃一点平时你根本不会去主动吃的一些东西。但是如果你们赢的话，大过年的要干嘛？是的，发红包。每一轮比拼赢了，会以你们队的名义给我们的现场的观众朋友发红包，好不好？好了，第1轮叫做生动八方，顾名思义哈，生动比的就是唱功，特别是考验各位你们唱高音的功底啦。哎，规则是这样的，各位请听好，每一轮每队各派1人，3方根据起始音依次完成演唱，后者需要比前者高1个音阶，以此类推，直到一方无法完成高音挑战则失败。哎，方老师，你刚才笑的那声好高呀！那有人比我更高吗？来挑战一下。哎呦，方老师好像很有信心哈。这样子，你们先在队内呢商量一下，挑选人出来，好不好？我们先来第1轮，挑第1轮的。不，这个有，我们要说清楚的。那个女腔跟男腔是不一样的。那没办法，我们没有男的，我们是男的呀。没办法，你们是啊，这个。方老师，咱们这样子。派人啊，只是队内商量，这个完全就看你怎么排兵布阵了。一共会有2轮，好吧？你们派谁？对，你们谁上？行，就这么一块决定了。好。哎，你们觉得呢？先派个女生，先第1轮保险。就推荐蒙尔吧，好不好？所以，陶老师，你们组要派出的这一位成员是陈蒙尔。陈蒙尔。你是最棒的，那我就给我们的团队打个头炮吧。好的。接下来我们的方老师，你们队内推荐的成员是徐派小生王婉娜。亮出你的狠话。美女们、帅哥们，放招过来，放招过来了。他就不是一个狠人啊，我们就不让他说狠话了。接下来最后大龙，你们队推举的成员是？我这儿全是花旦，我随便出，我都能赢。随便出谁都能赢吗？随便，江蕙随便来一下吧。你们队那么随意的啊？对，就随便点一个就随便就都能赢。江蕙，你有信心吗？Very， 非常有信心。好的，有请3位出列。好嘞，3位，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1轮的第1环节的挑战。粤剧的唱段是《菱花镜》。哦，江蕙熟，拿手好，拿手。那没有。好，熟悉吧？熟悉。江蕙那个好声音比赛第1轮就唱这个。哇哦！你看我说什么了？唱完以后的成绩怎么样？还行，还行，还行。来，《菱花镜》啊，来从你这儿开始。菱花镜啊，是不是太多了？没有，刚好，刚好。没有，我们陷入了沉思。来，接下来，婉娜。不会游戏结束了吧？这手腕掐的啊，可以。我快窒息了。加油，没关系。哎，对，就这里，就这个 key。
如果给你面镜子，你看看自己的脸，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红包。你的脸现在已经涨得通红了，已经。红包归你了，红包归你了。江慧，现在直接拿出你的看家本领，直接到最高音，好吗？加油，江慧。忘记走吧。你们挑战一下，别走。这。加油，加油！啊，最高音，加油！精彩！要不要挑战一下？这是挑战一下。挑战一下！走你想加油！这个已经到哪个音阶了？你就唱你最高的音。好的，谢谢。那摩尔，你再挑战一下。挑战一下。挑战一下。对。摩尔挑战一下。对。缺氧了，了不得！但是3位非常棒，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把掌声送给这一轮的谢江慧。好，刚才大龙说，我们队随便找一个人，好，江慧就你去哈。那我问一下大龙，所以这个音的话，大龙你可以吗？我下辈子吧。这份荣誉属于你们，来，我们再次恭喜一下大龙队。也要谢谢3位，来稍作休息。辛苦。好，了不得，真的。你尽力了，你是最棒的，精神可嘉。接下来3队要听好了，我们后面要挑战的高音是一首流行乐曲，这首歌是《我是一只小小鸟》。好，那我又赢了。这么快又下结论了？对。那这样子吧，你先派人吧。3位。随便派一下，3位啊，随便，非常了不得哇！已经摆出小鸟的姿态了啊！好，接下来方老师，你们商量一下，这轮你们要派出的是谁呀？你们谁呀？自己自告奋勇一下。我吧。男女合演。我来当一只老鸟。它是小鸟，而且它这小鸟飞过很多地方。我这个老鸟从来没有飞起来过，今天我来飞一飞，就这样。好，那接下来到了我们的陶老师这边了。我们派出一只雄鹰。哎呦，这只雄鹰，有请3位来到。加油！好了，刚才呢那个大龙队率先拿下1城，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看大龙队是否士气如虹。来，我们的山维。对，没错。小小鸟。对，姐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可以。我们先开个嗓。哇，你内心住着一只雄鹰啊，了不得。好了，小伟走。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小伟，你故意的吧？你上来就已经飞到九霄云外了，你让别人怎么？我跟你走。你们俩怎么换位置？我跟他商量好了。让我稍微飞一飞，我站在那里飞也不用飞了。来吧，你还是聪明的。稍微飞。好的，艾佳来准备，接着你飞了哈。飞呀飞是吧？想要飞呀，想要飞呀飞，却飞呀飞不高。唱粤剧嘛，粤剧化一点，我们这个粤剧的舞台。对的。可以了，来。想要飞呀飞，也飞不高。可以。好，可以，至少飞上去过。好，继续。我们佳妮姐姐刚刚唱的是假音，咱就说今天这一句，咱就是把用真音给它唱上去。好，哎呦，香，对吗？想要飞呀飞，却飞呀飞不高。让它飞吧，让它飞吧。
还飞得上去吗？来，继续。想要飞，加油，飞要飞可以，这个牛。帅不帅的？可以。来了，突破你极限的时候了。压力给到金佳妮。想要飞呀飞，也飞不高。可以的。虽然上去了，但是有破音啊，我们听出来了哈，有一个破音。我尽力了。明白了。好了，现在就剩你们俩了。想要飞呀飞，却飞呀飞不高。天花板又碎了。你飞得很高嘞。可以。他就是给你一记绝杀，来。太卷了。想要飞是吧？不是，再高一点。人家是真音。想要飞。低了。想要飞，却飞呀，他飞不动了。是这样飞吗？一次机会，来。想要飞，却飞呀飞不。我的天哪！你飞的不是鸟，你飞的是海鸥，嗷嗷叫。好，这个从这个从容度上来说，以及它的高音的飙高的稳定性上来说，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恭喜一下3位获胜，恭喜大龙队，谢谢3位，来有请落座。我们也飞得很高了。我很努力了。可以的。哎，我是一只老鸟，今天飞起来了一下，谢谢。好嘞，我们第一环节的游戏生动八方呢，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结果了。刚才经过2轮的比拼之后，我们的大龙队最终获胜，恭喜！那输的2队呢，暂时落后的我们的陶老师和方老师2个战队呢，需要接受一点小小的惩罚。当然，这个惩罚我说了，也是会给您带来身体上的健康的。来，我们请上我们浓度特别高的 VC 饮料。今日痛饮庆功酒，来！哎呀，这个氛围哈，孩子们，好像赢的是他们2队一样，这怎么回事？来，1、2、3，新年快乐！甜的不得了。好嘞，谢谢。当然我说了，今天咱们赢了会有红包。将以他们队的名义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来派发这么厚的红包，你们看到这么厚的红包，你们想发给谁就发给谁。先给全国观众看一下啊，这是一个兔年的红包，玉兔呈祥，然后交给我们本轮获胜的大龙队。好，来每人发这个，每人发这个，每人发这个。我只有一个，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谢谢各位老师，今天导师学员是齐聚一堂哈。除了比拼游戏，当然也少不了我们给广大观众朋友戏迷送上精彩的表演。让我们一起进入创意越剧秀诗画城门。江南，梦中难忘的江南，一个诗画的江南，它真的可以这么美丽的，在我眼里江南，它就是我的答案。飞翔的江南，还像百年以前纯粹。
飘，让我又追寻着醉人时刻雨纷纷。路上行人越压越退稳，唱一曲江乱，谁呀谁不是说不尽呀，江南的女孩，那动人的水灵。听一首江南，江南是一种小城市半路旁雨呀，一次意。江南，江南。在我眼里，江南，它就是我的答案。飞翔的江南，还像百年一见纯粹。大漠有快热它，也却琵琶在心中人。烟雨在谁的梦境飘，让我又追寻着醉人时刻雨纷纷。路上行人越压越退稳，唱一曲江乱，谁呀谁不是说不尽呀，江南的女孩，那动人的水灵。听一首江南，江南是一种小城市半路旁雨呀，雨之意。曾经不止一次梦里梦到江南美，听着那琵琶出落不盘酒，醉人人自醉。小桥旁流水边，撑着伞挡着雨，看却看日落，在桥上等着你。我已相浓，江南。That's fine。如果你来了江南，看着梨树花听着的璀璨，默默欣赏谁一起在河的对岸。如果没有一次真的靠近江南，无法想象这种感觉如此震撼。如果没有一次真的靠近江南，无法想象这种感觉如此震撼。我已相浓。
征服那夏日的飞。梦海棠，百花亭里四季且将苦闷万酒家，不见君烟头霓裳，我这里就在三分情丝堂。心藏泪，燕子香，心间真情更悠长，不见君王，不见君台灯天云花线雕，城下没了更添彩，忧伤。更添彩裳。
万千家心相还，我进去空无还。大作乱，国人年人曾情笑，女儿莫将泪倾他，别怕一去。秋情已动红，雪梅花。我尽空，将军把钻都应用。江东去，千古风雷，千古风雷。连连红尘谢谢各位学员的精彩表演。听说今晚不仅是学员们准备了节目，每一位导师还特别邀请了外援，是吗？
对，今晚我也请了外援。粤剧的传播离不开它广泛的群众基础。粤剧舞台上不仅有名师名家领衔的各大专业乐团不断推陈出新，在华东地区的许多地方，一大批民营剧团也以灵活的表演形式、更贴合群众生活的剧目题材，吸引了大批的粤剧戏迷。所以今天我专门请了他们来当我的外援团。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华东地区民营剧团的优秀演员为我们带来粤剧联唱《山水画中游》。水水水，山依依，水中彩霞天上月，地上波绿相依偎。西湖生欢笑，清明蓬莱托世上，十里荷塘生火芽。哪有一心赏花帐？可人人问自心，一念宽透，托众生结伴侣。
下山寨，紫金满目才好来。只能够钻鳌头，步行间去高官要门楣。这真是一生尘来相聚天，忘恩浩荡是江海。十一名，前世见过琉璃灯，今世生得好眼睛。前世为的琉璃灯，眼睛我开不清。啊，恨子我前世为的琉璃灯，只落得我今世不生好眼睛。你眼睛黑白分明无毛病，为何生前世为的琉璃灯？我啥见过琉璃灯，为什么我自己的娘亲认不清？说什么自己娘亲认不清？你不是西江堂上有娘亲？原在虽是齐家呀，可原在不是齐家生。你何时离开深山母？我才出娘胎就离分。你可知生身之母在何处？我只知她是个身怀连枝的出家人。抬头上一次有人里，讲如果你是我要留人。丞相请啊，军人上马万迎，不与寡人惜才行。他将年十公，你朝廷，原来要不有常理。上林山城好风光啊，君有城隍台上。
太优美了，感谢8位老师的精彩表演，谢谢你们。接下来也有请各位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并送上各位的新春祝福，有请。大家好，我是台州椒江乐艺的范派演员熊连芬。我是临海嘉义乐剧团花旦演员严凌春，欢迎您。我是江西小百花越剧团影派小生顾艳萍。我是上海小梅花曲派小生林雪亚。我是来自台州椒江乐艺花旦石莲莲。我是来自台州菊香越剧团花旦殷春霞。大家好，我是台州菊香越剧团小生叶露丹。大家好，我是台州阿小越剧团小花旦王丽丽。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一起祝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兔年大吉！哇哦，谢谢，这个声线都格外的不一样。而且我也听出来，在几位老师当中，有好几位都是来自于我们浙江省台州市，而且我知道台州有很多这样的剧团，所以在台州我们的朋友们都很喜欢听戏，是吗，殷老师？啊，对，有很多人很喜欢台州，等于说是我们浙江的最大的戏曲表演市场。整个台州市里面，大概有200多家。民营的我们自发组织的那些剧团，然后总收入的话大概有4亿多吧。台州最大的特色就是节日，然后大家很喜庆的，邀请我们剧团来为大家就增加节日的气氛，非常的了不起。这也证明它其实是一个被全民广泛热爱和传播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也特别辛苦各位老师，因为您刚刚也提到，像你们一般都是在节假日的时候演出特别的忙，顾老师，所以像这样原本家家户户都是和家人团聚的时候，你们都是舞台姐妹聚在一起，给观众带来好看的节目，是吗？是的，节假日的时候是我们最忙碌的时候。平时一般我们都正月初1都要出门了。像我前几年一样的，我都在民营剧团20年，都20年没回娘家、回婆家拜年了。而且我们常年基本上，1年12个月吧，我们基本上有10个多月都是在外面演出，都是非常辛苦的。我们首先是非常的热爱，为当地父老乡亲带去粤剧，然后他们也特别的开心。有时候虽然很累，但是看到他们都非常的热情，非常高兴的看我们演出，然后我们也就特别的开心。特别感谢各位对粤剧的传承和热爱。今天你们用4个游展现了诗画江南的美好画卷。新的一年，我们也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来浙江旅游，听柔美乐韵，赏西湖山水，岂不美哉？欣赏完学员们和导师外援团的精彩表演，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春乐友大擂台，有请陈欢和各位导师学员